2025年5月25日，維港口腔珠海拱北分院如期舉辦每月病例分享會議。本次會議由陳雲平主任主講，主題聚焦拔牙技巧以及拔牙發症的預防和處理，吸引了院內多位醫師參與學習。陳主任結合多年臨床經驗，從術前評估、精準麻醉、微創拔牙操作到術後管理，系統梳理了拔牙全流程的關鍵點，針對咗生牙、多生牙、骨埋伏牙等複雜病例，分享了分牙技巧、去骨策略及軟組織保護的實用方法，強調精準、微創、安全的操作理念。在發症環節，陳主任通過真實病例復盤，詳細解釋了術後出血、乾燥症、神經損傷、輪牙鬆動等常見問題的預防措施與應急處理方案，並提醒團隊預防勝於補救，細節決定成敗。會後，與會醫師就臨床遇到的眼病例展開討論。